Father, we pray.
以赏识耶稣，互阮因为伊会使成做一个人。伫伊的疼内底，阮会使学习彼此相疼，互相帮助。求你，互阮常常会记得，无论拄着困难，你拢甲阮伫地，有永远的支持甲力量。奉主耶稣的名祈祷，阿门。兄弟姊妹平安，咱是办心来礼拜，咱要来吟回程的诗，705首。主上帝，早起时你会听我的声。
新的事，即阵已经在发生。恁囝毋知，我要伫旷野开道路，伫沙漠开江河。咱同齐来吟圣诗，圣诗第258首，请咱齐声感谢上帝，请咱起立来吟。咱要用师徒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师徒正经，我是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是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即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顶来受苦。顶十架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搁活，当一个全能的爸上帝的道，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搁公道的教会，圣道上通，罪会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遐济。咱要来交托启文第51。伫圣诗的后壁面1093页。启文第51，因着我来启咱兄弟来。上主安尼讲，我靠人，我靠会死的人的溃烂。因踮伫旷野大树的所在，因为亲像风波未大丛的树，总是信靠上主，专心倚靠伊的。
伊亲像树栽伫水边，炎热到也无惊。狂欢的年，拢无看路。咱同心压头来祈祷。上主啊，愿感谢你的证明。至悬的啊，阮要唱歌学乐你的名，你的名实在真好。阮伫早起时要保养你的慈爱，伫下昏时，阮要传扬你的信息。阮要用讲袂尽的学乐来宣扬你无限美好的旨意。你的旨意伫阮受造物的顶面，互阮来管理、摄理阮所徛起的世界。慈悲的天父，阮也恳求你，阮要为主圣公堂的教会谦卑恳求，互教会充满真理、和平。既若有腐化的所在，求主你更新；既若有错误的所在，求主你教示；既若有过失的所在，求你催逼阮改正。阮若有正义的代志，也求主你加强开导。既若有欠缺的所在，主你保守补助；凡若有分裂的所在，主你的圣名得到彰显。既若阮有软弱的所在，阮恳求圣神用话讲出的土气，替阮代求甲有气。阮安尼祈祷，拢是我靠主圣父、圣子、正神的名，阮的耶稣基督的名来恳求，阿免。这我对今仔日要献的诗是教会。
咱安尼是上帝话记载伫新约提摩太前书3章15节。现代台语译本455页。提摩太前书3章15节。我望真紧就会去你遐，毋久行了较慢到，我先写即张批，互你知，咱伫上帝的家着安怎生活。即、个家就是真活上帝的教会，也就是真理的调照甲地基。林牧师今仔日讲道的题目是教会。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的恩典，互咱每一个人伫今早起床，咱阁有一个生命的气，会当活着是毋是真好啊？因为咱活着，咱就会当来到伫上帝的教会，伫遮来敬拜，伫遮来服侍。教会毋是干那一栋的建筑物，教会是一个生命的共同体。所有的聚会、活动、事工，拢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引带人搁较认捌上帝，甲上帝来建立搁较亲密的关系。这一切也为着要来荣耀上帝的名。所以，当咱来到教会，请咱将咱心灵的目睭拢注目看耶稣，同心来祈祷。亲爱主上帝，阮感谢你，组织阮众人来到伫你的家，而即个家是上帝你的厝，也是阮心灵的家。阮搁一摆听主你的教诲，互阮用欢喜的心来入主你的圣殿。伫遮，阮甲上帝、甲人相交陪，伫交陪的中间，阮得到欢喜快乐。阮也得到灵命的提升，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教会这个词，伊的原文的意思是被呼召出来的人，被呼召出来的人，也就是讲，上帝对世间呼召一群人出来，所以。有呼召甲出来这两个动词意思，所以受到呼召而且出来的人，是甲一般的人无共款，无共款伫倒落。彼得前书第2章第9节来，咱做伙来读请。恁是受拣选的种族，王家的祭司，圣洁的国度。上帝的子民，互恁通宣扬上帝伟大的作为。这位上帝有调你出黑暗，来入伫伊灿烂的光明。这位主，这位上帝，伊是呼召咱，带领咱出黑暗，来入伫光明的神。这段经文讲，恁是受拣选，所以咱有共款的所在伫倒位？第一，就是咱是受着拣选；第二，咱是有祭司的身份；第三，咱爱成做一个圣洁，这个圣洁。上帝讲，恁着圣洁，因为我是圣洁。这个圣洁意思就是甲一切有所分别。第四，咱是属于上帝，所以即群的人，伊的组织形成教会，目的是为着要来宣扬上帝伟大的作为。这也是咱伫一场的礼拜中间，咱做伙组织，伫遮吟诗，伫遮祈祷，伫遮彼此相听，伫遮礼拜意义上悬的目的，
终极的目标就是咱要宣扬上帝伟大的作为，诚做主好的一个见证。长老教会的创始者加里文·加尔文，伊对教会有一个观点，即句话写了真好。伊讲，因为人会如此贫惰，人的心思空虚，需要外来的帮助，通互咱的内心来产生信仰，来渐渐大汉到完全的地步。上帝怜悯人的软弱，为咱备办即个帮助。加里文伊认为，即个外来的帮助就是教会。上帝将信徒组织伫教会的即个怀抱内面，来得到养饲，到有成熟，到有完全的信仰。所以教会诚做信徒信仰的老母，也诚做咱培养信仰灵命的学校。咱拢讲母会，咱大家在座有真侪母会，就是咱独行教会。伫遮咱有真侪自细汉，甚至你做红鞋仔时阵，要伫咱独行教会伫遮来长大到大，你拢无去过别间教会，拢伫独行教会。所以这就是诚做咱的母会，或者是你大汉了后，才来洗礼，诚做教会培传陪参会员有即个会员证，即个所在就诚做你的母会。所以因为加里文伊写这段话，伊描写，因为人无知贫惰，人的心思空虚，所以需要帮助。咱家己无法度来成长，咱需要一个外在的馈来帮助咱，互咱内心的信仰来大汉，信仰来长大成熟。所以这个所在咧帮助咱的，就是伫教会中间，伫遮教会生活帮助咱，互咱渐渐大汉到完全的地步。今仔日的经文，提摩太前书3章14节，伊讲我先写一句话，互你知，咱伫上帝家着安怎生活？这个家就是真我上帝教会。也就是真理的调教甲根基，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讲过这段有指出关系教会的几项事。第一，信徒对教会爱有一个正确的认知，咱伫上帝的家着安怎生活，在教会中当知道的事。当咱有正确的认知，咱才有正确的期待，才袂陷落用人用自我来做中心。第二，教会是真我上帝的家，这个家的头地基就是耶稣基督。教会第三，教会是真理的调教甲地基，建筑物需要有稳固的调教甲根基，爱徛在真重要。对于咱的信仰嘛同款，信仰的调教甲地基也真重要。到底咱信仰的根基调教是什么？就是上帝的话。教会是教导真理、实践真理、活出真理一个真重要的所在。除了咱温群读圣经了后，咱本身来到伫教会，伫遮参与无共款的服侍。伫服侍的中间，咱学习甲无共款的人同工，伫中间咧调和，彼此搭合，彼此调整。即个中间，你的性命就得到大汉。咱看耶稣。伊会当甲逐种人相处，他可以跟各种人相处。所以咱来到伫教会的这个所在，咱就是伫咧学习甲无共款的人，伫遮来斗阵、来交陪，伫遮来同工。
咱阁会记即头拄圣歌队所记的歌，第一把叫啥物？把教会吼，安尼足好记哦。今仔日圣歌队献诗的歌名，教会，今仔牧师讲到嘛，教会，这拢是有圣神的带领，有安尼会搭合。阁会记即头拄圣歌队所吟的歌，歌词安怎讲？伊歌词其中有讲到，教会内面有兄弟姊妹，亲像一个大家庭，有温暖和气相疼。教会内面也有圣神的爱。兄弟姊妹，一礼拜的日子，咱拄着真侪艰难，种种的挑战，检菜嘛有不如意，无顺遂，没有顺遂的地方。总是每一摆当咱来到伫教会的时阵，咱的心就往着主，就往着主的光，伫遮来调起伊。当咱踏入来教会，咱所有一切的怨恨，咱所有一切的受气，咱所有一切的背叛，咱就爱甲伊放落去。因为主的话讲，既若着我陪同的人，就来救伊。伫迄个同时，咱就欢喜的心情来到伫主的面前。第一首258首，咱所吟的圣诗，伫第20个歌词嘛有讲到，欢喜入圣殿，伫遮甲上帝交陪。所以到伫圣殿，咱的心的确着欢喜。伫遮我看到真侪咱的长辈，每一摆看看啊，慢慢的行入来伫圣殿，因的面拢是充满笑容。对伫遮的笑容，我会当看出咱的信仰是有根有基，因为咱知伫即个世间有苦难，总是因为主太赢家，已经胜过这一切，所以主会加做咱的帮助，所以咱就有安尼的平安，因为平安带来咱会当有愉悦、欢喜、自由、自在，所以咱就有笑容。笑容是由心而发。歌词嘛讲，当受阮的囝儿进入圣殿，人会带着啥物进入圣殿？祈祷，对不对？祈祷。歌词中间嘛有讲到，有交陪快乐伫心底。啥物是交陪？交陪有交流、沟通、分享，嘛有陪伴的意思。交陪有陪伴的意思。来到教会，咱通过交流、沟通、分享、陪伴，咱的心来得到欢喜快乐。基督徒的生命是一个十字架的生命。咱看这个十字架，有横向的跟纵向、直向。这个直向、纵向由上到下这支就是人甲上帝的关系；横向滑的这支就是上帝人甲人的关系。所以基督徒的生命会当用十字架的生命来成就咱的学习甲追求。伫礼拜中间，咱甲上帝交陪，伫团契、生活等等，咱甲兄弟姊妹交陪。也事实上，当咱甲兄弟姊妹咧交陪的时阵，咱就是伫咧甲上帝交陪。因为当咱咧听咱所看会到的兄弟姊妹的时阵，咱才会当去听迄看袂到的迄位神。所以真实际，当咱有参与服侍，检菜咱感觉讲，咱好亲像是马大吼。圣经是讲玛利亚才得到那上好的福分，因为坐伫主的面前，点点啊听道，点点啊坐，边仔的代志发生，伊拢无动于衷。敢是安尼吗？毋是。意思是，咱有妈，因为妈代伊会当有温控服侍，是因为其实伫伊的内心
伊嘛已经有玛利亚听道理的迄种的精神。因为人若无真实的听，伊袂当表现出因热情的服侍，就是因为伊有体会到，伊才会当行于外，热情招呼，热情服侍。教会家就亲像家人的爱，因为教会有这传统吼，传统真久的爱餐，嘛是真侪人的回忆，真侪长辈伫伊少年的时阵，因服侍的何长，就伫即个教会督办。所以若无即群人，要怎样会当展现教会爱餐的疼？就是因为有因热情的服侍，愿意付出。有一群人，虽讲因是马代的服侍精神，毋过其实伫因的内心，也已经承领受到玛利亚听道理，迄个道理已经种伫因内心，所以互伊愿意伫遮服侍。我想教会爱餐的意义，是我会当甲一群兄弟姊妹做伙食饭交陪。所以交陪的意义，赢过咱会当食饱，还是食一顿丰盛的便餐。所以交陪胜过吃饱。我也真爱看到伫咱教会咧食爱餐时阵吼，全家大大小小，大家做伙食饭即种的情景，这嘛是一种传承啊！才会伫教会食爱餐大汉的小朋友、青少年，将来有一天，因就真做咧服侍爱餐的同工。今仔日有缘有爱餐，吼、所以毋茫真侪兄弟姊妹，咱大家做伙伫遮斗阵来享受爱餐。这时阵是毋是咱来拍破啊？为着过去到今，为咱遮温困平凡爱餐的兄弟姊妹，遮同工，咱为因来拍破啊，来甲因感谢。是因为因温困的服侍，互咱有即个听的机会，有即个大家庭的了解。一间教会上重要到底是甚物？教会是有限的人所组成，所以有时教会嘛是有限，无法度完全来满足每一个信徒你的期待甲需求。所以有一句话安尼讲哦，不是问教会能为我做什么，而是问我能为教会做什么。来，咱做伙读一句来。不是问教会能为我做什么，而是问我能为教会做什么。咱来问家己，我会当为教会，我会当为这位疼我的神来做什么？来教会人第一摆一人客，第二摆你就爱提升真做主人。第三摆，你就爱真做一个奴仆。仆人、奴仆有啥物特质？伊就是顺服忠心，伊温驯，伊愿意服务，提供人的需要的服侍，伊谦卑，伊宽容。所以一间教会，若有侪愿意做奴仆的信徒，就会当展现出一间教会有主动服侍、热情、疼心服侍，才会快乐。所以有较侪奴仆伫咱的中间，大家拢愿意去做工，大家拢愿意主动。这间教会，伊的热情、伊的动力、伊的疼，自然会哪来哪强。所以人会留伫有疼的所在，即个有疼的所在，伊必须爱真侪工人伫遐有形无形、幕前幕后伫遐伫咧工作，伫遐咧看到人的需要，即种的气氛会吸引人，互人感觉到欢喜快乐。所以当咱每一个来到教会，检查你嘛是一位伫咧服侍的人，检查你嘛是一位受着服侍，
比服务着的人。伫即个中间，咱互相，当你渐渐做互人服务了后，咱嘛爱提升，成做一位愿意去服侍、主动服侍的人。伫即个时阵，咱看咱边仔的人，来向右看，向你的正边看，这啥物人？来向你的左边看，向你的前面、后面看一下。伊礼拜可能常常咱拢有一个固定差不多这人就是安尼坐。你一场的礼拜，你来到教会，你有甲伊讲过一句话无？你知影伊叫啥物名？你知影伊是啥物人无？基本对你对伊啥物名开始来知道他，来认识他。咱伫礼拜中间有即个平安礼。平安礼时阵，毋是逐个徛定定，拢等人来甲你请安。即个平安礼是咱互相。我有一摆到三楼去，我讲 surprise， 三楼是在走动的平安礼的时候，三楼团体姊妹就是让爱走动，行来行去，咱互相请安。哇！我应该去讲，哇！三楼的兄弟姊妹，毋嘛咱二楼的兄弟姊妹。三楼是搁较坎坷搁较有阶梯因为走来走去咱一楼是平地咱用心伫平安礼的时阵，兄弟姊妹热情的、宁静的左右前后，伫遐互相来请安。咱平安礼的歌唱啥物？我用主的听，诚实来听你。咱的唱歌就是一个歌，我所唱的，就是我所信，我所信的，我就把它唱出来。所以咱伫礼拜中间所吟的歌，就是咱所相信、咱所教导的。所以咱相信主的听，互我的心会当发出真实迄种的听的心。检菜无够，检菜真软弱，总是咱学习。因为伫即首歌最后讲，我看见你内面有主的荣耀。咱伫每一个人的心中，拢会当看主的荣耀，因为咱每一个人拢是有上帝的形象，拢是上帝用伊的形象甲咱创造。所以哪里有需要，我就往那个地方去。慢慢平安礼的时阵，兄弟姊妹来前伫遐互相来祝福。教会设立的目的到底是啥物？这个目的嘛是咱来到伫教会，决定咱伫教会要做什么。头一项，咱来到伫教会，基本教会一个真水、真属实的一个圣殿过去，真侪遮的珍贵。来起造，来建塔，来起造，互咱到伫现代，咱才会信徒会当坐伫遮来享受。咱伫即个所在，礼拜就是伫咧服侍主，透过吟诗、学老、祈祷、听道。伫即个过程中间，培养也塑造咱同心合一的气力。听道的过程。需要生命、心灵的投入、体会，伫遐嘛爱开放咱的心灵、谦卑的心，伫遮来领受。头一项，咱来除去咱心中的癖，除去心中的怕，因为这个癖是咱的拦阻。这个拦阻是什么？有可能是咱的经验，有可能是咱的财物、咱的想法、咱的偏见。咱会先入为主的想法，所以当咱来到伫教会一场礼拜中间，咱的确着将拦住咱心中，不管你知还是你所毋知，咱心中迄种的拦住，的确爱甲伊除去。伫遮要除去，毋是人会当替你除去。这个拦住只有圣神的大观念的气力，会当来帮助咱，互咱用谦卑顺服的心来领受一场礼拜所带互咱生命信仰的启示。
第二，咱到伫教会，咱有团契，即个团契有真大意义。无论是咱有家己团契，或者是无，人甲人伫咧交流，迄嘛某一方面的团契。伫即个团契中间，咱服侍人，所以咱有服侍主，有服侍人。伫团契中间有关怀，有分享，彼此服侍，彼此学习耶稣基督世界的精神。伫头两项了后，是信徒真基本。第三项就是到教会真大的挑战，就是咱要服侍社区，来咱看这两北相片。你捌看过咱教会伫拜二拜四，拢有啥物代志伫即个所在发生？有即个健康促进的据点，有乐龄教室，这就是教会伫咧拍开门，接纳社区无信主的人来到伫教会，透过教会门拍开，互这个人入来，有一个活动聚会，互因伫遐来学习。然后伫即马咱的据点的课程，每一个月牧师拢会阮遮的兄弟姊妹来甲伊有信用、积极、正面能量、心灵鸡汤的时间。所以咱看到教会拢是点点啊，一点一滴伫遮伫咧分享咱的福音。所以透过拍开教会的门，也拍开咱的心门，也拍开别人的心门。当咱甲即个门拍开的时阵，其实咱教会这一间真水，你看咱门拍开，哇，足明亮吼。有一个社区的朋友甲我分享，伊参加即个咱的据点。有一摆伊真早就来，8点外，因为咱的据点是9点开始，伊8点外就来，但是门已经拍开啊。伊甲我讲，牧师，当即个门拍开的时阵，互伊感觉心真温暖，因为伊拢习惯早到，门若关咧，伊毋知要去倒位，就伫遐行来行去，行来行去。总是当门拍开的时阵，伊就会当行入来。有时落雨，有时真热，伊就行入来教会遮先休困。所以拍开教会门，是代表咱欢迎甲接纳。有时教会嘛有一寡无信主，也是社区的团体，会来伫咱的中间，这拢是一个真好社区甲教会建立关系的开始。咱当然教会伫遮已经几年啊，68年。咱心目中的笃行教会长什么样子？68年来，咱经过历代牧者、忠直、信徒，伫遮努力要起做教会。也经过逐时代所做无共款的工，无论是对内对外，拢亲像一个农夫伫咧努力温勤伫咧耕种。这个过程咧耕种，其实更大是耕种人的心田，需要耐心拼好。有一句话讲，什么是教育？教育就是3分教导，7分耐心等候。有时福音的工嘛是安尼，3分的播种，7分的等待。你这个过程才会工，这才会事工，嘛亲像伫咧起厝，伫咧起造一个教会的地基。圣经讲，上帝已经有下耶稣基督做唯一的地基，伊以外无别的地基。兄弟姊妹，有迄代志，即摆若无做，将来是看袂到结果。所以毋茫咱做伙来努力，咱期待笃行教会诚做啥物款的教会？现在咱所想，现在就爱努力，无10年后、20年后，咱看袂到迄个结果。信仰是一个永续的生命工程，爱伫家庭来传承，教会中间来传承。
现在咱的主日学小朋友，青少年有一天因拢会长大，有一天因拢会承接教会的服侍，甲即个福音使命的棒子，因嘛会模仿军队，因的目睭所看到遮个长辈服侍的骹只，甲迄个样貌、迄个样态。所以咱嘛爱思考，咱伫教会伫中间，伫教会中间，咱要留落什么种水的模范？水的模范，因在军队着水的骹只。有一个基督徒，伊离开伊原来的教会，伊想要去找一间真完美的教会。然后，伊就逐间安尼有机会安尼拢去 try。伊来到一间，互伊感觉真完美、感觉真好的教会，所以伊就决定要留落来。然后，这间教会牧师甲伊讲，就算你感觉这间教会很完美，但是也会因为你教会变得不完美。那你知？这个小小的故事启示，人是无完美，所以教会嘛无完美。上帝伊嘛无要求咱爱诚做完美，但是伊讲伫马太福音伊讲，既然恁的天父是完全，恁嘛着完全。我们一起来念：既然恁的天父是完全，恁嘛着完全。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赋完全一样，上帝爱咱朝着完全的目标来努力，而不是完美的目标。这个完全有什么样的意思？有完整，有整全，有充分发展，有达到最终目标，它成熟的意思。所以教会爱按照这个完全的目标来努力。这句话讲，我们一起来读：要完全，就要为成长留空间，渐渐到成熟到可以为别人付出，为别人付出。有一天我伫中清路上看到一台车，哇！这台车是什么机构的车？玛利亚启智学园的车子，那个交通车。伫迄车的边仔有写一句话，就是我用黄色这个标起来，是顶面迄句话讲：服务生命是一件快乐的事。弟兄姊妹，你有感觉服务生命很快乐？哟，服务生命是一项真快乐的代志。咱爱会记住，伫教会爱有服务，才有福音。福音毋是讲，来一群人坐伫遐，我来讲上帝道理，互你听。当伊来到着一间教会，伊感觉冷冷，无人甲招呼。他的那个时候，伊道理是听袂入去。但是当你先甲招呼，先甲听，甲伊建立关系，好来坐伫遮，我讲上帝的代志互你听，我讲耶稣的故事互你听，伊就听会入去。所以有服务才有福音。咱内心侪人愿意做萝卜，去服侍人，去服务人，互伊感受到教会的疼、上帝的疼，然后福音就进入，看看进入伊的内心。听咱的教会，咱其他，咱独行教会，诚做啥物款的教会，咱就开始来努力。上帝听伊的教会，上帝嘛爱咱来听伊的教会。当人有得到听，伊自然就会健康来成长。教会嘛同款，伊若有听，伊嘛会健康来成长。咱的教会要迈入一个真重要的阶段，就是70年对吧？吼，人生70是一个真重要的坎站。70岁。即马伫即个社会70岁，无算做年老哦吼。我看真侪70岁兄弟姊妹，佫真有气力伫圣歌队、伫爱餐的服侍、伫逐款即个所在伫咧服侍，甚至咧工作。咱不要看自己的年纪，
即摆年纪是由咱的心态来决定。所以咱爱活出你即摆所有搁会当贡献你的才能文字伫教会，咱来互主使用。所以咱的即个期待对教会的期待，咱毋是用想的，毋是用讲的。即个期待需要咱大家安怎做伙来努力。而且牧师也搁一摆，而且来呼吁甲提醒，信徒爱愿意伫两项事来养成对上帝即个家的关顾，也就是一个信仰行动的回应表达，甲咱本身信仰纪律的养成，就是咱爱欢喜来礼拜，欢喜来献金，然后欢喜来献甘。这个拢伫咧表达，咱因为咱对上帝有心，咱有听上帝的心，才有听教会的实际行动。我想伫咱的教会中间，有真侪真听上帝的，真听上帝、听教会的遮个兄弟姊妹，遮个拢形成教会要兴旺的困难。所以兄弟姊妹，请咱做伙来爱我们的教会，嘛做伙来祝福咱的教会。最后，咱要做伙来认咱的圣诗。你头前若有圣诗吼，咱来献开253首。这首歌，这首圣诗，咸菜对咱来讲是新的，总是伊的歌词写了真水。伊讲啥物？上帝教会毋是咱人用黄金雕刻的圣殿，咱是选民受竞选，嘛毋是受敬，干那来做样尔，不是一个表象，不是表面。咱是爱实际，对实力的来结连，有纵向甲上帝关系好的培养，嘛有横向咱甲兄弟姊妹好的关系来培养。这首歌嘛会当诚做咱的一个祈祷，甲热想，一个反省。咧唱的中间，愿主的话来帮助咱，也启示咱要知影对实力来结连。领受上帝啥物主爱，然后咧体验基督救恩，然后咧领进圣神同在。这就是咱诚做上帝百姓、上帝子民，咱领受的。但是咱有领受着上帝疼，是毋是？咱是毋是有体验着上帝对咱的拯救？所以咱才有今仔日愿意来将这个时间分别做成来互上帝。然后咱进一步，逐工爱领旨邀请圣神进入咱的内心来做工。来，这阵咱来甲咱的目睭看后面，后面有一幅什么人、什么图？耶稣的图。你大概进来伫教会的时阵，
有因为安尼有道有遮信用的话语来帮助咱，有闲看会到，到伫落实伫咱的内心，将咱所看袂到迄个痛来甲伊展现出，看会到的痛，咱去最后做伙来去。每一届当咱礼拜日圣殿，咱就看到迄幅耶稣的图来提醒咱，上帝教会根基是耶稣基督。敬拜咱的目睭若头前看到这段话，咱就诚出咱的祈祷，常常邀请圣神同在伫咱的内心，当心来祈祷。主上帝，阮感谢你，主你的教会是耶稣基督的做头。互阮人人顺服伫主你的话语，伫教会中间来学习服侍，伫遮来活出真理，来实践真理。检测阮人是有限，人嘛真侪无共款的性格想法，总是互阮来到伫教会，互阮的目睭，互阮心灵的目睭就转向伫主你的身上，看到耶稣基督。你怎样真做奴仆来洗学生的脚？我的目睭，我就看到耶稣基督。当你上软的比拍的时阵，上误解的时阵，你点点无出声。当阮伫服侍过程中间，有真侪遮的酸甜苦辣是滋味的时阵，主阮就看见耶稣基督。你为阮受定的伤手，因为主你拯救阮，互阮因为常常名字邀请圣神伫阮的内心，而阮侪伫教会遮所经历过遮的感觉、情绪，拢会当伫主的疼内面来得到化解，来得到互相的包容，来得到彼此的相听。彼此伫美好的事顶面来互相建立，互阮的教会来成做一间完全、健康、长大的教会。主，阮相信你来带领阮独行教会每一天的道路，互阮信徒同心合意，伫主你的面前来听主，来听教会，互阮伫教阮的目睭看到教会成做一间。上帝，你大大赐福的教会，我咱来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来吟圣诗第257首《求主奋兴教会》，咱起立来吟。迎你我
听者咱即日要来奉献，咱若头一遍来教会，无明白奉献的意义，则毋免奉献。由因兵营连续新进来说的。今日平安，我要来通知甲报告。迄个拄仔林牧师咧问讲，咱教会第几年来九报头前，显一个来九报下底主后2025年7月13日的九报，然后呐第几期68年28期，安尼知啦吼。后摆若牧师搁问，你就现周报我看，讲你拢无咧看周报，吼、来，顶礼拜咱历过啥物代志？顶礼拜会记哩无？有啥？风台啦，风台啊，恁兜有入水的野手，吼、有吼，你看足济。等下咱若平安礼时，咱就问看咱隔壁第一，爱问伊叫啥物名？啊，英语叫做 What's your name？我问讲你啥物名？啊，你顶礼拜有入，恁兜有做水灾无？搁来教会吼，咱等下要爱餐的时阵，有迄四季豆，四季豆台湾话要安怎讲？啥物豆啊？面豆啊吼，顶礼拜有咱的福兴教会的牧师吼，载一寡面豆啊来咱教会顶礼拜，并等下咱就用食着，这就是。交陪啦吼，因为伊有来甲咱注意照刀啊，有奉献，搁摕迄面豆来煮啦，咱等下就用食。教会交陪啦我伫遮嘛做一个小小的见证。最近我要翻厝啦，要翻厝的时阵，就像讲爱洗厝、爱周转阮共一个社区，
拄好有人要洗厝，我去遐问啦。我也讲你要洗我偌济？伊讲在你开的啦。伊讲平平教会的兄，这我听一个惊一个。我敢若知影讲伊有去教会啦，但是伊哪会知影我嘛去教会？伊讲伊逐礼拜拢问我去倒位，我讲去教会啦。安怎你知影？阮遐的行情是14,000啦。伊洗我偌济？洗我7000块啦。所以讲，等下我若要甲恁请安的时阵，就是讲我过来要翻厝有时阵会去恁兜食饭，你爱甲我收留。因为阮咧灶拍平用过。搁一个就是讲我咧讲要翻厝对吧？咱教会有姊妹建筑有内行，伊就甲我介绍设计师去甲我估价啦估到即摆还未估出来，是啊，伊可能是免钱的款，无影开玩笑咱用生活来体验上帝的疼，伫咱的中间，教会就是三交陪甲大家分享。过来，咱要来看礼拜的预报咱先来读即礼拜的金句真水的金句即个家就是真活上帝的教会，也就是真理的调教甲地基。提摩太前书3章15节，来，咱来念两遍，来，预备来。真活上帝的教会，也就是真理的调教甲地基。提摩太前书3章15节，来，搁一摆来。真好来，提摩太前书3章15节，好来，即礼拜聚会的事项，请同工来注意过来看教会消息今仔日有爱餐头仔有讲过来，咱第二任的牧师陈水亭牧师伫美国，伊间5月28，蒙主温调安息主怀，享年91岁咱伫主内纪念原主安遗嘱。今仔日咱的牧师去到伫东宫教会主理礼拜甲讲道毋望伊顺序将山顶的农产品载转来。开玩笑好啦，咱要过来校车的检查校车的检查，咱会去甲注意好，过来咱教会有租对面的二中的停车场咱7月份佫续租1年8万块的租金请咱兄弟有着这来奉献。过来牧师伫即个过来拜二要去前往社会营地参加即个灾害应变的工作坊过来即礼拜3祈祷会为着美名小组甲文字小组来带导即个微光合唱团有伫即个7月19到7月26要进行咱的26礼拜堂要进行这个练唱过来后礼拜有一个亚洲妇女资源中心就是詹秀英牧师伊伫礼拜后要伫咱的1楼有义卖为着因的中心来募款兄弟甲支持即个中心的事工。后礼拜7月20，咱12点半要召开定期的中酒会需要请假的请明天即事来请假。过来就是7月20，咱教会的1楼副堂咱逐届选举拢有照即个区公所要做迄个投开票所的投票过来是为着咱即到68周年，传道部有举办即个培金句的比赛欢迎兄弟组队来参加圣工分担表嘛有印出来嘛有电子档拢会当找干事来摕。过来新安宫有登记的兄弟去办公室来领取。过来咱原教会4年读经的进度定义到10无年上悬2章甲8章，咱兄弟甲注意。等下上联团契也有即个聚会是4名的
这真我分享是信心和性命一成吼，是家父中贵治理处长，伊要来处理吼，啊，过来，等下注意学，11点半嘛要召开这个儿童夏令营的筹备会议吼，那同工甲老师出席吼。啊，因伫9月27嘛要带囡仔去蓝营天文馆吼，甲玉井吼去遐一日游吼。过来，遐的其他的团体的消息，咱兄弟甲弟来看。过来，咱等下要庆生啦吼，啊名单我就无搁念。吼，过来，咱来看周报的第10页甲11页吼，有顶礼拜的奉献的报告明细，啊，若有错误的，请咱这个会计来财务部来反映，来到。咱大先来介绍今仔日咱中间的新朋友吼，咱首先欢迎今日上联团体江苏卫计理家福中心的处长。卫计理处长欢迎你，欢迎。好，第二位是胡宗颖弟兄，转给3位对头名来吼，欢迎欢迎。下面咱要来举行7月份的寿星的庆生哈，来家有陈嘉诚、郑安成、洪坤哲、赖美君、高黄云、赵一妙、廖淑儿、赖文胜、刘国言、高乔君、魏嘉恒、陈冠生、高静美、陈美凤、赖仲良、李明俊、林玉伦、陈义可、李秋红、施敦贤、赖淑美、蔡琼美、郭春、刘红军、陈伟琪、陈立淑、林玉杰、谢妍希、杨玉琪、谢志明、林陈玉秀。或者是无读到名，你嘛是7月生日在场的兄弟姊妹，来举个手，没关系哦，礼物也会送到你手中。咱做伙来听，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7月份生日的兄弟姊妹为着因来祝福祈祷。主爱天父上帝，感谢你赏赐生命真做宝贵的礼物。生命是对上帝遐来，你互阮有这个恩典，伫阮的人生的能力，会当来体验主你的救恩。我要为着7月份这的兄弟姊妹因的生日来祈祷来祝福。求上帝赏赐因有臃肿的身体，有兴旺的心灵，互因所做一切拢顺利，互因伫上帝家这个所在，伫遮来服侍、来敬拜、来学习信仰的重大的课程。求主祝福因、赐福因平安喜乐，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个时阵。咱做伙来做一寡的代祷吼，咱嘛知影伫顶礼拜即个风台真严重，造成真侪所在，特别南部地区，也真侪教会受损害，也淹水。咱伫遮也为着即个风台来祈祷，咱嘛为着青少年有关的生活营，甲儿童主日学夏令营来祈祷。而且咱嘛为着身体欠安白疼的兄弟姊妹来祈祷，咱嘛为着陈水平牧师为主来祈祷。主爱天父上帝，阮伫你的面前，阮用阮的心带到伫你的面前来祈祷。伫阮的中间，有侪兄弟姊妹。因为着身体艰难白去，而且我要为着少年长老，为着祖父兄，为着少军长老，我嘛为着阮儿子，为着金明兄，
为着善道上，我嘛为着来侵华弟兄，为着最兄弟姊妹，为着小丢了，我也为着在座真侪遮个伫身躯拄着艰难病痛、心灵郁闷遮个兄弟姊妹，主愿知因的艰难，无人会当来体会了解。总是主，只有主上帝你，真做因上大的活去。阮搁一摆，将侪兄弟姊妹因的艰难带到伫你的面前，恳求你真做因已经大权能的救主，你来掌管因的性命。主啊，互因伫生命内面，随往伫艰难的中间，遥久有平安喜乐。而且我嘛为着伫礼拜风台，特别南部地区侪遮的教会受到淹水损害，阮教会也有几个兄弟姊妹的厝受到遮的淹水的艰难。主啊，恳求你帮助，主啊，恳求你，互遮的所在互阮紧紧来得到扶持。而且我嘛为着教会青少年儿童主日学夏令营，遮个举办筹备的过程来献上恳求，求上帝互阮伫囡仔甲少年、青少年的工顶面来栽培、来付出，因为有一天因就是阮独行教会的未来。主，我恳求你，为阮增加搁较侪囡仔、青少年，遮个青少年的力量，也互家庭侪家庭，遮个家庭来得到信仰的栽培甲传承。主，伫遮嘛为着过去伫早期，阮第二任的牧师陈瑞婷牧师，伊也蒙主恩调安歇主怀。主啊，伫过去的日子，你予牧师、陈牧师因的家庭，伫即个所在，对阮东行教会有10几年的牧养的能力。阮恳求你安慰危重的心，也互阮纪念着牧师过去伫即个所在，伊的手所做的工，所牧养过、所服侍过的工，到当也阁继续伫咧讲话。阮恳求你，互阮东行教会有好的信仰。会工程会起造甲传承，阮的教会日日来得到兴旺。阮献上阮的恳求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兄弟，咱来行平安礼。苛刻的信息402首，恳求主你引带我脚步。
吟一摆哦，吼，来。主领带我踏步，南往大大地来行，困求你教我大步，假使我会明听你心声，赞我大地遵守你带领，互我伫黑暗中做光明，照做因初一的光，这是我的心愿愿望。咱做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伫地，对即时直到永世界无尽。阿门。现在咱密岛庆校电工线甲离开。咱礼拜到遮。